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边来。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步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一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看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一声，着信靠上主。咱做伙来祈祷。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成万物，逐项话，功劳极大，阁极快，一时清雨永无煞。上帝照顾世间人，无论本国也外邦，互阮逐日的美娘兼有厝体甲衣裳。上帝恩典讲袂尽，差遣耶稣救万民。大家着用真实心，甲伊感谢死来吟，感谢天顶的大主宰，阮的爸上帝，因为你的创造，你的看顾，你的养饲，甲你的拯救，毋但互阮的生活无欠缺，阮的心灵嘛得到平安喜乐。阮感谢你。时序已经进入10月。10月是传统修行的日子，伫一年拍拼正罪了后，伫冬天来临以前，收割是同重要的活动。虽然阮现今大部分的人拢无搁咧种植，总是阮嘛习惯用即个季节献上阮的感谢，嘛用即个季节检讨阮家己一年久所做的。是毋是有失错？阮的努力是毋是有够额？伫今年正月，美国总统就任了后，提出关税的改革，造成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大冲击。侪人因为安尼失业、收入减少，家庭陷入了危机。乌克兰甲苏俄的战争已经满3年，虽然美国总统讲伊有法度调停，总是阮嘛看袂到停战的现象。以色列甲哈马斯虽然签了停战的协定，总是最近因佫互相的攻击。伫国内，因为大罢免的失败。互政府施政哪来哪困难，到未发现的大水灾，侪人死失，家园破碎。10月的地震造成真大的损失，到即马拢还未结束。主啊，愿知你是将理万有的主。当我看见这个灾祸、天灾人祸的时，阮拢是用人的想法甲做法来去克服，也是来去面对。总是人拢有伊的私心，有伊的软弱，有无够额的时，恳求主怜悯看顾，不管伫国内国外，拢有平安和平甲阮伫地。
当阮今仔日嘛有临时好会，要中集改选，主也恳求你教示阮，搁一摆思考阮家己服侍的态度，看阮是毋是以爱为主做工无野善。教示阮常常反省阮家己，用鼓励甲学乐三扶持，互主的工哪来哪徛在。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主阮平安。献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
咱今日圣经有2位，咱先来看第一位，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10节。旧约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10节，第667页。新的即个汉读本吼，第667页667。好，现着我来读。亚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的事，甲伊用刀杀死巴力所有的先知的代志，拢甲亚西别讲。亚西别就派使者去甲以利亚讲：明仔载即个时，我若无取你的性命，亲像你取因逐个人的性命，愿神明加倍责罚我。以利亚惊着，就赶紧逃命，来到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伫遐。伊家己伫旷野行一日，来到一丛路顶树骹，就坐伫遐求死，讲：到夜啦，上主啊！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伊就倒伫路顶树骹困去。有天使来答伊，讲：起来食。以利亚一个看到头壳边有用热的石头烘的饼，阁有一班水，伊就食就啉，阁倒落去困。上主的使者第2遍阁来甲答，讲：起来食，因为路遥真远。伊就起来食，起来啉，靠即遍食的力。行40年40日，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伊到遐入去一个洞，伫遐过暝。忽然上主的话临到伊，对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在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想我的性命，要杀我。搁就伊伫新约马太福音14章23节。马太福音14章23节。军将死散了后，伊家己上山祈祷。天暗的时，伊还家己一个伫遐。下面讲到，今日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但是我才看无直接主陪我面对家己的真实，所以我看了毋对，莫面对家己的真实，吼。来，请牧师讲道。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的题目叫做主陪伴我面对家己的真实。简单讲就是讲，咱有面对家己，咱有诚实面对家己，还是讲你有面对你家己的真实无？今仔日会跟在咱对先知以利亚以及耶稣怎样到伫旷野祈祷，来甲大家做三角来分享。你有拄过一个人的时无？规个路拢无人，只有剩你一个人。啊，是你去爬山，大家拢落山，你袂赴落山，你行伫黑暗的路，你会惊吓无？是人真实面对家己的时，剩一个人的时，这是上介好的时间。亲像咱今仔日见证，以利亚讲，只有剩我一个人若定。只有剩你一个人若定，你爱面对这路的危险，你有会惊讲我这条路行落会到伫出口无？也是讲这路弯弯弯弯路真坎坷，我会跋倒无？因为我看无路。这路无电火，你敢行？较早这有路灯，就互咱想起上帝话甲咱讲，主的话亲像骹前的灯，路上会光一样来照咱。
咱要面对家己有当时啊，迄是一个孤单、寂寞、惊吓，也是真孤独孤独的事啊。一个心理学家，伊嘛是一个医生，伊讲，伊写了一本册，叫做逃离孤独。咱要安怎来闪避，也是来逃离迄个孤独？这是咱足侪人拢爱面对的，面对。现代人共同点就是讲，当咱一个人的时阵，迄是咱要安怎来面对？也是讲咱一个人的时，迄个心境到底是安那？是惊吓，还是你真安宁、真安歇？这原因有真侪咱现代人真侪过度的比较。所以以利亚嘛是安尼，以利亚讲我无比我的列祖搁较贤。伊甲伊的列祖摕来甲伊比的是，伊讲我无比我的列祖搁较厉害。所以伊就感觉讲我家己足无效的，足无价值的。所以上主甲伊引带伫旷野，互伊有通食，佮食了后，佮起来行40日。伊讲路还未结束的啊。其实以利亚伫迄个时阵，伊想要解决家己的性命。伊讲我足想要紧离开世间，主啊，你甲我归去，互我结束我的性命。其实每一个人面对孤独的时，面对家己的时，有个人会想袂开，特别是即摆少年人，为什么伊想袂开？因为伊伫家庭也是伫学校咧比较。咱知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所以感觉讲我安那成绩安那比都比人袂过，所以有咱真侪少年人，伊的心境有忧郁，有感觉讲或者这个世间感觉无价值，因为伊找无家己，毋知影家己伫家庭也是学校的定位伫倒，所以人若是过头去比较，就会造成你感觉家己真无价值的迄种感觉。所以以利亚伊摕伊的列祖甲伊做比较的时，当伊面对伊家己一个人的时，要安怎？伊想要结束家己的性命，但是上帝甲伊讲，你的路还阁真长诶，所以今仔咱面对咱家己一个人的时，毋是干那要面对迄个孤独感，咱可会当面对，诚实面对家己，若无够野的所在，咱要透过安怎来补足？也是讲咱有得失人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和解，也是要安怎来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等者。所以咱每一个人点彩拢有面对家己的时阵。以利亚是伫个极大的胜利，面对极大的事件的一个人，面对家己一个人是，其实伊是太赢先知亚撒拉的先知850人，总是伊得到这个胜利，这个大事件了后，因为王后亚瑟伯要杀伊，所以伊就安那来到旷野，伊开始逃命来到旷野，讲我这个胜利，我这个胜利换来只不过是互王后追杀，伊感觉家己做了虽然是真大的代志，但是感觉讲为什么主啊是安尼？所以有可能伊家己被失去，毋知，但是上帝透过使者，互伊重新搁倒来伫正路顶面。耶稣嘛是伫5个饼2尾鱼，即个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生涯了后，伊离开群众，来到山顶面对家己一人面对，家己伫遐祈祷。这嘛是一个大的事件了后，耶稣所做的事。所以，一大个事件的背后，有当时咱来面对真实面对家己。我想即马咱的新闻，逐工咧报道美国的总统，特别是顶礼拜有亚太金融会议亚太金融的会议即个环太平洋的国家拢爱派代表去参加，伫经济伫贸易的顶面，要安怎来大家会当互相伫即个中间来有即个利益追求共同的利益。咱台湾嘛有派出代表，总是咱想看卖即个请遐人
日头落山了，伊嘛爱真实面对伊家己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成功的内面，咱的背后，咱无迷失。所以，一个人的时阵，咱叫做独处啦，独处。伫新学院，我有读过一门课就是讲要怎做一个学生，所以内底有一门课叫做独处，老师就甲阮讲，咱有时爱面对家己啊。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阵，是你真好面对家己啊，因为无外来的人，但是有当时你会听到主的声，当时嘛会听到人的声，迄人的声就讲啊，你无效啦，无路用啦，你安怎？所以咱常常讲鼓励话，当你面对独处的时阵，有鼓励话来帮助你，互咱袂往负面的方向行。所以有真侪少年人伊若较感觉讲无意义，人生无意义，活咧拢无意义的时，伊会选择离开世间安尼，用家己自我解决的方法，总是安尼，毋是真好，因为这毋是上帝创造咱来到世间，互咱人活在伫世间的意义。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一个人的时阵，就是独处，咱爱面对。无论迄是成功的时阵，还是失败的时阵，还是孤单惊吓的时阵，还是你需要感谢而乐的时阵，这一项的独处，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咱透过祈祷读圣经，互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有当时咱教会界办这退休会，毋是退休，是退休，退落来，退落来会当学习啊，迄个修是修养的修退休会，就是互咱退到旷野的所在，退到较无人的所在，伫遐读圣经、祈祷，来找求新的方向。所以今仔日经节讲，当剩我一个人，爱咱来恳求主带咱，并且引带咱，互咱无够迷失。耶稣嘛是伫咧大成功了，伊到旷野祈祷。无伫到讲我会当互5000个人食到饱，只有靠2尾鱼甲5个饼。我是真有能力的人。即圣经的记载讲，耶稣退到旷野，当群众离开的时，伊面对伊家己，诚实面对伊家己。所以咱想看嘛，所以耶稣家己上山祈祷，天暗的时，伊家己一个伫遐。伊家己一个，所以我求上帝帮助咱面对家己的独处，是有主伫咱的身边陪伴咱。咱知影讲真侪艺人，伊成功的背后是啥？家庭破碎，也是毒品的引诱，也是跋筊，也是伫这成功的背后，伊迷失伊家己，家己却毋知影。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会当接着主，互咱伫咱的位置，无论伫工作上，伫咱的学校，伫咱的家庭，咱的事业顶面，拢无抵到迷失咱家己。所以被上帝精神以利亚，毋通以为伊会当拍败85个先知，检采是骄傲，但是拄着伊的性命危机，这是一个转变，互伊没有得意忘形。互伊更加搁知影讲，哇，家己搁爱更加爱靠主。第二，咱甲上主会当搁较亲近。当一人失败的时阵，咱更加需要靠主。所以以利亚知影讲，伊要互亚西别追杀的时，伊只有逃命。行到旷野88个所在，伫遐，伊甚至搁行到一丛罗亭树骹，伊遐要求死，以利亚讲：打煞啦，上帝啊，求你赐我性命，因为我无比列祖较赢。愿即句话会当帮助咱，即句话会当提醒咱，咱毋通摕人甲人做比较，因为人比人安那，对，所以咱慢慢互即个比较中间迄个气势。求上帝嘛帮助咱，若面对失败时。咱搁更加搁需要真实面对家己。所以以利亚甲上比，伊讲我无比亚伯拉罕啦，我无比以撒啦，我无比雅各，无比约瑟，无比摩西这的人。
所以咱摕咱甲咱的长辈比嘛是毋对，真侪真侪我看到侪少年人因为时代将伊的人生的价值观，甲伊放伫囡仔的身上。譬如讲，我是医生，我希望我的囡仔做医生，但是伊的囡仔都无想要做医生，所以勉强做医生。所以拢做讲，阮爸是名医，我得凊彩医。阮爸是名医，我得我无要做医生是向逼的。我看到有即种的人所以有当时囡仔若无想要安尼做的时阵，咱毋通将咱的价值观甲伊放伫伊的身上。嘛有做时势，因为看到时代因的事业了，就甲伊行因共款的路。比如讲，伊的爸爸是军人，还是伊阿公是军人，伊就安尼自细汉受着安尼影响。伊到伊18岁的时阵，伊就立志也要读军校，要亲像因爸爸、亲像因阿公一样，安尼做，就是讲有少年人家己的选择。所以伊知影讲，我无比我的做，心内忧伤，阁无奈。伊互国家民众来气杀，因为大家人拢咧拜偶像，只有我无拜偶像。我阁为着遮咧征战，伊感觉伊是一个失败的人，感觉伊一无是处，一人心情无好的时阵。刚才咱嘛是讲我无想要活，恳求上帝帮助咱，毋通迄个负面这思想赢过，毋通互这负面的话赢过，爱靠主，互咱来导正行伫真正的路的顶面。所以伊里安那上帝互伊食饱，才去讲了，伊来到旷野，面对伊真实家己。愿上帝赐阮，互咱每一个人，有当时咱会感觉家己真无路用，总是上帝嘛，佫会派工作互伊做。伊利亚毋是，敢毋是？所以伊利亚伊感觉伊是对的，别人是毋对的。但是上帝互伊知影讲，也佫有其他的所在，为你为着以色列犹太百姓留了7000个人，是无拜巴力，无巴力跪拜的人。所以有当时咱真实面对家己的神，检查讲别人拢毋对，只有我是对。所以上帝嘛透过安尼来反转咱，互咱甲主更较亲近。当摩西到到旷野的时，伊可能以为伊的人生就伫旷野度过，伊嘛伫旷野带某生家。当然伫咧饲养的过程的中间，上帝伫刺皮的内面显现，伫导火刺皮来显现，甲伊讲，甲伊好调，互伊转去到埃及来带伊的百姓来离开埃及。所以上帝嘛导正会引带，会甲咱，互咱伫人生的正路的顶面，甲咱做一个调整，互咱来面对咱人生的路程。有一个做原子笔的董事长伊姓宋这个宋头家因为过去生意失败，投资拢破产，伊一个人毋知影要安怎的事，因为债主一直逐工甲讨笑，伊真正毋知影啦，伊只有车开的，开到风高野外，伊嘛想讲就安尼就好伊嘛毋知影讲。嘛是有想袂开的思想伫伊的心内啦，伊讲无我车甲开落来甲开落来，油门甲吹落。但是有嘛是有一个声音甲伊讲，若安尼话，你的囝伊是势要安怎？所以伊就开到山顶，怎开到基督山？就讲我来基督好我来找求上帝，看上帝有何指示，就入去基督山伫遐基督。祈祷几工的祈祷，而且祈祷上帝毋是祈祷就无代志，伊佫祈祷佫挂读圣经，了伊回顾伊的一生。我过去怎样，伊伫遐甲上帝讲我过去真请耶的时阵拢离开你，无去做礼拜，就读圣经，拄好读到约翰福音21章，遐有记载着耶稣的学生因为耶稣讲伊会过往，也是看无着伊，知影讲伊个老师耶稣已经互点死价，已经死毋知影要安怎，人生活咧感觉真无意义，必得讲我要去掠鱼。其他的学生讲好阮缀你来
所以因就去甲家己厉害，去重新重操旧业，就是去做因原来职业。啊，等于规暝拢掠无鱼的时阵，耶稣出现甲因讲：恁拍网伫正边，因就网着150尾鱼。啊，这个网啊，圣经讲是大尾鱼，153尾的大尾鱼，但是网无破，无裂开。这个送头家伊想讲，安尼好，鱼网着鱼153尾，啊，佮网拢无破，就是讲咱人的性命有稳定，但是佮无破口。有的人有稳定，但是有破口，稳定佮较最互你，啊破口拢漏了去。所以这个网是安那原来我的网鱼网补无好，我要重新调整我家己。所以伊讲，我现在有3没有啦吼。我现在有3没有，就是讲，就是讲我无敬畏上帝，我无每个月11奉献，我无每日会主日到伫上帝的圣殿来守息日啦吼。因为我的破口就是我无敬畏上帝，我无1/10的奉献，我无去教会来守主日。原来伊过去有这3项伫伊人生的破口，伊要怎样来补这个破口？伊就想讲好，我转去甲所有遮的负债拢甲还了，拄好伊的资产拢还了，身躯拢无。通通没有钱，后来伊就讲好，我要做原子笔的生意。这个原子笔伊就甲号，伊的型号叫做153号，153号的原子笔。拄好迄个时代，大家拢需要原子笔，考试也需要原子笔，学生也需要原子笔。拄伫迄个机会，伊重新搁起来。所以伊这个原子笔叫153号。就是伊这153尾鱼是完整的，伊的网无破去。虽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人生有稳定，但是安那你无破口，你要怎样找到迄个破口？只有你真实、诚实面对家己。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恳求你施恩帮助阮，互阮面对家己的事是诚实来面对。有啥物缺点？有啥物种无够格的所在？也是阮有得失人的所在？也是阮有任何欠缺，上帝你帮助阮。阮伫顺境的时，阮毋通迷失阮家己。阮嘛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行伫主你所欢喜的路，亲像耶稣基督知影伊家己人生的路。伫伊荣耀的时，5个饼2尾鱼，这种伫世上荣耀的时，伊无家己自高骄傲，也是自大。伊甚至一个人到伫山顶，一个人伫遐祈祷，甲主你亲近。所以，阮需要一个人来甲主亲近，一个人面对家己一个人的独处，来听见主你的声。愿上帝帮助阮，无论阮伫顺境逆境，阮拢需要真实来面对阮家己。愿上帝帮助阮，愿主常常陪伴阮，面对阮家己的真实，也诚实面对阮家己的本身。恳求上帝，你施恩恩赐，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救主耶稣我立志，完美的我主，愿你常常关怀我主之好朋友，救主。
准我看你的脚跡，若无毋敢去行，我真爱直直跟你，互你手的得正，求你带祝福我，夫妻直到一世，后来天天接纳我，是好朋友，是你。阿门。请坐，奉献，阮阮执事甲明典执事来书献。水量配到你这点来报告。咱今仔日礼拜的听书吼，你啊有调一个吼，先甲报告甲请安大道吼，咱伫头前啊煞了后吼，咱大家行平安礼了后，咱甲来开好会吼。好，咱来看第3页，今仔日的金句。来，咱做伙读一遍就好吼。阮将四线了后，伊家己上山祈祷。天暗的时，伊要家己一个伫遐。马太福音14章23节。第3面的字汇表甲迄个事项表，咱家己看吼。第4页，即咱等下要选举吼，这个办法吼，咱若有用，咱家己看。等下若准有问题吼，牧师会阁做一寡说明吼，所以我伫遮我就无阁读吼。迄个选务的工课吼，第5面吼，咱有选务的遮的同工吼，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吼。咱等下就要开始来进行吼。第6页遮有迄个名单吼，咱嘛会当看一下吼。来，咱来看第7页本会消息。
好，第一点咱等下要召开迄个临时会来补选中级吼。第二点，下晡吼2点，中华青年部伫咱本会主办吼，迄个青年高峰会啦吼，咱若会当，咱尽量将车吼，迄个机车吼，咱离开咱的总庭吼，1点半进前吼。好，下主日是迄个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咱关心甲奉献吼。第4点。拜二咱有一个中会的当柜会议啦吼，牧师2个牧师甲罗金市长都会去参加。第5点咱祈祷会为着美名小组甲文字小组来代祷。第6点后礼拜日咱有定期中执会咱若需要请假的咱甲书记来请假。第7点。11月15拜六吼，这几工的吼，咱有一个明年度的时间检讨会，咱邀请咱的中级佮东工吼会长、生活队队长吼，遮个甲咱的东工老师拢来参加吼。第8点，青少年团契因年度改选已经出来吼，会长黄品珍，委员是黄梦梅甲黄品杰。第9点，咱有圣诞歌吼，今年咱家己详细看啦吼。你若有要买的，会当去办公厅来登记，佮交费吼。第10点，咱的小提琴班，拜二暗时6点半吼，咱伫5楼的副堂上课吼。读经计划咱照安尼在进行啦吼。过来就是后礼拜。咱要庆生吼，咱留看一个，你若有闹交的吼，那麻烦迄个词汇指示来反映。第8今仔日社青吼，要是有聚会吼，临时会结束了，因要是有聚会。好，团契的部分，迄个双人团契吼，你拜3有要去台南佚佗吼，所以咱时间上吼，爱迄落6点45。要集合吼，7点要准时出发，厝咱就家己看吼。好，关怀协会咱嘛是家己看就好。具体关怀咱等下请牧师来介绍甲带导。好，过来11夜有顶礼拜的奉献，直接报告做领袖。若准有出入的请我本人来更正。好，咱请牧师。咱介绍新朋友吼，吴林心姐妹，好，咱拍波欢迎。历宿这查某囝，及陈桂英姐妹、陈桂英姊妹，我们拍波欢迎。伊是玉金这玉金这亲人吼。佫有一位孙勇牧师娘，伫咱中间，他先回去了哈，迄是邮寄上牧师牧师娘以上咱下面咱做伙三个来带导，咱今仔日做伙为着咱的选举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咱通主，阮感谢你因为阮会同工任期到恁，阮需要来选举，这个同工来继续侍奉服侍。阮有即事3位，小员2位，求上帝帮助阮下面所要举行的会员和会，求上帝嘛，赏引带侪兄弟，因为不可抗力，伊无伫阮的中间，透过每一届和会，阮清点阮教会的会员者，有侪这的长辈，因为身体的缘故，无法度伫阮的中间，求上帝你嘛赏帮助，因特别是住伫安养院以及。目前病痛的中间，爱常常出入病院，求上帝你赏引带。有的是年长，身躯退化，行动不便，求上帝赏伫因的心上疼痛因。生活有人来照顾，甲因侍奉服侍，祝福因的家庭，求上帝赏恩。嘛有兄弟姊妹伫国外，也是外县市工作、读册。当因咧追求人生的方向，
有人生的目标的时，主你引带因帮助因，互因伫较少甲亲人做伙的时帮助因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事业面对学业的时求上帝你甲因同在，陪伴因行人生的道路。嘛，恳求主你引带时阮伫阮的教会，互阮这兄弟姊妹同心合一恳求主你帮助，阮的教会得到兴旺，得到兴盛。主你的圣神做工引带，互阮每一项的灵生命拢得到更新。常常主你的话来成做阮人生道路顶面的光，来照亮阮头前的路。我们献上阮的祈祷，求上帝赐福，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行平安礼。来，请咱起立，咱来行平安礼。请同工会当甲椅搬一摆。咱外口要投票的椅咱会当慢慢搬一摆。听声心来听你。好，咱这个时阵咱会当去上厕所，会当你留自由者。咱头前摆好，咱就开始来今仔日的好会。3楼的兄弟，麻烦落来2楼，3楼的兄弟，麻烦落来2楼。